为了让家长甲囡仔伫暑假期间舒缓疫情再来压力，家庭教育中心伫水高社文化园区举办“爱家515”让爱动起来活动，真侪家长带着小朋友做伙参与，共同度过快乐假期。爱家515，让爱动起来，请启动啦！爱从家出发。爱家515，让爱动起来。这个515本来是5月15号是世界家庭日，我们要在那一天办的，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也顺延到7月9日，但是呢，活动可以顺延，爱不能顺延，所以说爱可以蔓延，不要顺延，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来爱护家里面的人，但是要爱护家里面的人，就要去打疫苗、戴口罩哦，那所以说把爱家跟防疫能够结合在一起。那今天是很好的天气不错，很好的亲子活动，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。爱家515活动规划相当的精彩，除了安排各种趣味闯关游戏，更邀请市府各局处做伙来到现场，透过游戏宣导市政。另外，还有邀请小朋友上爱悠悠家族来到现场表演。把布冰淇淋，香草芋头，花生还有巧克力，1层、2层、3层、4层，叠上去，快来！好吃冰了。爱家515，让爱动起来，是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今年办理的亲子的一个活动。那这个活动的话，今天的重点是在我们有一个幸福留言区，好，就是今天来参加的民众可以把今天来这边跟家人一起互动的照片，透过幸福留言区的话，把珍贵的照片变成纸本印出来，然后大家可以带回做纪念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今天也有特别邀请悠悠家族的柳丁哥哥跟蔓越莓姐姐一起来。好，我想小朋友，应该说大朋友、小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些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们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今天的活动还有很多很多的闯关活动。家庭教育中心安排亲子闯关甲亲子体验活动，就是要让家长带着囡仔做伙互动，增加亲子之间的感情。教育也鼓励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家庭教育中心举办的相关课程甲活动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